直圓周同直徑好簡單嘅啫，直徑成派或者半徑乘以成派，咁所以條14，你睇下佢俾咩你啊？俾22啊，定俾3.14？呢個俾22，咪就咁乘22，咁就44咯。跟住第二條咧，俾22，咁啊半徑乘以乘22，即係70乘22，所以答案係220cm。跟住第三條俾3.14，咪6乘3.14咯。記住近翻兩個位，18.84。跟住半圓形啦，就28乘22乘半1/2，再加翻條零丁邊，咁所以答案係72。咁第五條咧就21乘22乘1/2，再加21，所以答案係54。呢個係4/1圓形，咁你咪跟翻條公式咯。半徑佢俾半徑你，佢俾直徑你咪第六條先，直徑就4乘3.14除2，再加翻4，一0.28。如果1/4嘅就係35乘2就變直徑，再乘22嘅圓周，1/4咪乘實就乘1/4就係嗰個線形咯，再加翻兩條零丁邊，所以答案係125。跟住呢度咧，10乘2乘3.14乘1/4加10乘2，所以答案係35.7。跟住佢俾圓周你求直幾多，咁啊66除翻22，即係答案21咯。佢俾圓周你求半徑，即係除3.14再除2就係半徑咯。跟住佢俾直徑你轉動兩次，即係圓周啦，40乘3.14兩次，咁乘2咯，所以係251.2。